講起荃灣，你會諗起啲咩？就係嗰條駁通成個社區嘅行人天橋啦。呢條天橋唔止接駁港鐵荃灣站，仲直達一個大型屋苑愉景新城。愉景新城有12座住宅大廈，提供3360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470至682平方尺不等，主打2房同3房間隔，以無窗台嘅實用設計聞名。會所設施齊全，有瀑布園林、兒童遊樂場、壁球場等等。小學校網屬第62網，中學則屬荃灣區。基座就係 D Park 親子主題商場，有超過140間鋪頭，同埋中央公園同各種互動親子空間。佢仲有1000個有蓋車位，包括電車充電站，好啱帶埋小朋友去 shopping 放電。交通方面，行去荃灣站大約11分鐘，去荃灣西站就10到15分鐘。想睇呢區租售樓盤，立即瀏覽 House 730。